嗱，我哋有業主巴士啦，就直接由關口嚟到項目呢度咧，1個鐘頭嘅時間啊，咁就可以享受到總價200萬咧，就帶埋裝修嘅一個溫泉度假屋。係咪好抵買咧？令人一個印象深刻，所以阿偉咧專程咧就喺珠海揸車過嚟啦。帶大家睇下呢個新會呢邊嘅個碧海銀湖呢個項目啦，係一個度假屋嘅單位嚇。嗱呢一度咧就109個平方米啦，咁就間到一個3層嘅別墅，全部係地上建築啊。呢一個咧係一個雙拼嘅單位嚟嘅。入戶嘅話咧，咁就係子母門嘅設計啦，闊度都相當之理想嚇。今日都有圍牆啦，私密性其實都係相當之可以嘅。咁一入到嚟咧，大家可以見到啊，開門見山啦，就係我哋呢個叫做前庭嘅大花園啊。我哋呢個花園都好靚嘅，咁佢都係一個環繞式嘅設計啦。入去呢度咧，嗱呢一塊咧就係連廚房嘅一個花園啦。嗱個深度都好足啊，咁就有4-5米闊長嘅深度啦，咁就大概係2米闊嘅闊度，咁就成10幾個方啊。呢度咧可以做一啲戶外嘅陳設，我哋到時咧喺度做個燒烤爐啊，咁樣啊喺度聚會食燒烤都可以嘅嚇，而且呢一個地方比較吸引我嘅地方係咩嘢？我哋可以做到每一戶都做得到嘅一個叫做私湯入戶嚇，每一戶咧自己屋企可以浸到溫泉嘅嚇。咁我哋呢個裝修包入邊咧，其實都會幫大家砌一個溫泉泡池嘅嚇，咁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溫泉度假嘅生活氛圍，銀碼又唔貴係嘛？而且依家現時都係15% 嘅首期啦。如果話你個原價係180萬一套，咁就唔抵裝修嘅。咁首期上嚟講咧，咁就係20零萬，咁20零萬可以上車一套咁樣嘅別墅，其實都好唔錯啊！呢度咧其實已經係相當於喺個後花園嘅位置啦。喺呢一個地方咧，我哋可以做一個上蓋，咁樣話呢個地方可以做嚟休閒啦，又唔會曬到太陽嘅。前面咧就浸溫泉嘅，咁樣比較舒適嘅空間。而呢個示範單位嘅設計咧比較通透，有大面積嘅玻璃嚟嘅，所以整體嚟講，你會見到所有嘅空間都係十分之敞亮啊！而且唔單止係敞亮，仲係非常之闊落嘅。呢度咧開間足成8米嘅一個大廳咁就可以做一個橫廳嘅設計啦。加埋我哋別墅咧，挑高會去到3米半空間咧係非常之闊落。呢一邊咧係冇做挑空嘅設計嘅。OK， 嚟睇一睇嗱，6型嘅餐台，跟住咧連一個 L 型嘅開放式廚房設計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廳堂會更加之大，更加之豪華氣派。因為即使佢只有109個平方米，都可以做到3層嘅別墅俾我哋去使用去享受翻嘅。一樓呢一邊嘅話咧，房間佈置上邊咧就1個房嘅我哋先睇下呢一度就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啦咁就都可以做到3段式乾濕分離，有大嘅明窗，兼且呢度咧係一個獨立嘅一個衛浴嘅系統。咁所以咧一樓可以佈置一個房間，有地方沖涼啦有地方上廁所。OK。對面呢度咧，咁就係一個1樓嘅房間啦。嗱，呢間房其實都可以呢度嘅陳設咧就冇做睡房嘅陳設，做一個相當於係一個私密會客廳嘅位置。嗱，見得到呢度嘅空間其實都可以咁就大致係3米零嘅一個開間啦。咁就其實呢度咧做一個房間都可以嘅，而且咧佢仲有一個後花園嘅位置喺呢度。睇下開唔開到先，係啦，開到仲有一個單獨嘅一個後花園。呢度咧呢個後花園嘅位置咧可以做一個操作間洗衫晾衫又得，或者咧就係做長嘅房嘅話，呢一個空間攞嚟種啲綠植，亦都係好舒服嘅休息度假都係好唔錯嘅地方。一個好少話見得到話呢個有細細啲文雅就可以上車嘅一個別墅產品好難得。而且咧佢都係個現樓嚟嘅咁我哋係2期嘅現樓，咁同埋咧3期嘅準現樓。3期嘅準現樓咧就年底交付嘅，2期嘅現樓咧即買即收，即刻可以着手裝修。當然咧亦都可以選翻呢個開發商提供嘅3000蚊一個平方嘅一個裝修包，直接咧就帶埋裝修可以入住嘅，咁會更加之省心。OK， 我哋再上去呢度咧係我哋一個樓梯井嘅位置我哋可以爬樓梯啦，上到去2樓呢度OK， 整體嚟講佢呢邊嘅陳設咧亦都係好唔錯嘅。2樓就全部都係休息區嚟嘅，2間房。先睇一間，呢一間房咧咁就係一個比較明亮嘅設計啦。佢比較長身有比較足嘅進深啦，同埋個開度而你見到呢度嘅設計係點樣咧？大面積嘅玻璃全部都落地玻璃嚟嘅，所以你見得到我哋整體嘅空間係十分之敞亮嘅完全唔需要開燈。話呢個夏天真係非常之豔陽高照。OK， 隔離呢度咧咁就係我哋另外一間房，呢個係套房嚟嘅。咁佢呢度有一個比較特別嘅設計俾大家感受一下。呢度咧，因為呢一間房過嚟呢度咧，咁就要到洗手間啊嘛咁就可以嚟到呢個公用嘅洗手間睇到有洗手台，跟住呢度再攞一個門咧，入邊就係一個我哋嘅衛浴間
係咁樣嘅設計嘅。而且咧呢個門咧佢好神奇喎，兩開道嘅，咁樣嘅咧就連通到另外一邊嚟到呢個房間呢度啊，咁就相當於係即係兩間房都可以用得到呢個衞生間咁所以呢一間主要嘅房咧就可以攞嚟做翻我哋嘅叫做套房一樣嘅設計，而嗰個房間咧咁就可以利用翻呢個衞生間做翻公共衞生間咁樣所以呢度係半個套房咁樣嘅設計跟住一個衞生間咧都可以解決得到好多嘅唔同嘅一個使用嘅場景嗱呢一個咧，因為同埋一樓係一樣嘅面積啦，咁所以有一個非常大開道嘅房間呢一間房咧攞嚟做個主人房都好唔錯，而且咧佢有兩邊嘅一個 L 型轉角嘅超大露台㗎，大家可以感受下一個露台嘅空間添嘅呢度打開嚟，好啦，露台呢度嘅話，佢嘅闊度咧大致係1.2米度都好舒服嘅呢邊係露台啦過到嚟呢邊都係嘅。咁我哋109嘅單位咧就處喺中間位，兩邊嘅話都係望翻，即係個景觀面會差少少咁我哋130平方嘅單位可以望到水景，而且咧亦都可以做呢個親水平台做呢個碼頭、私家碼頭玩啲橡皮艇玩啲我哋嘅摩托艇都可以嘅。因為呢邊咧佢個生態環境同埋嗰個景觀資源都好唔錯山海湖全林5重嘅景觀體驗俾到我哋嘅。好，我哋再上多一層睇睇我哋3樓嘅單位因為呢邊咧咁佢就其實個空間咧都比較細少少啦，呢個細單位就冇留嗰個電梯嘅位置嘅大家可以感受到。不過咧佢都可以做到3層，所以佢實用面積好高你就攞到109嘅單位，咁你享受到3層咯喎，咁樣嘅別墅咯喎主人房咁樣嘅設計啦咁就3邊落地呢邊咧就衞生間淋浴間大家感受下個空間。你可能覺得哎呀，我住別墅，但係呢度嘅話好似啲房間都冇地方擺浴缸咁喎，衞生間唔算好大喎。第一個解決辦法點樣咧？因為我哋咧都係一個溫泉入戶嘅設計所以咧喺我哋頂樓嘅主人房嘅大露台入邊咧可以自己再裝翻一個私家泡池嘅咁樣我哋呢度有個泡池啦，跟住喺我哋花園嘅位置再做多一個公用嘅泡池咧，咁有2個泡池，自己一個人喺度慢慢浸，或者有朋友過嚟一齊享受下呢個大灣區嘅休閒嘅度假生活咧，亦都係可以㗎。咁大家感受一下呢一個單位首期咧就20零萬可以入手一套別墅。咁裝修嘅話，當然啦，裝修款咧要另外支付嘅，所以相當於係會放喺首期上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咁大致上你可能俾到50零萬啦上車，咁就可以得到一套大裝修嘅溫泉入戶嘅一個度假單位，而且咧離我哋關口咧只有1個鐘頭嘅時間，仲有呢個業主巴士可以直通關口，各方面嚟講都係值得諗一諗嘅一個性價比單位。想要度假、想要浸溫泉嘅，一定要關注呢個項目我係阿偉，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